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9月15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这个房地产行业8月份的成绩单已经公布了。第一财经日报报道说楼市去库存效果已现，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连降6个月，全国楼市前8月运行情况出炉。9月15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全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57304万平方米，同比下降4.7%。新建商品房销售额55015亿元，同比下降7.3%。不仅面积下降这个价格也在下降。这是新房。截至8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76169万平米，比7月末减少317万平方米。其中，住宅待售面积减少307万平方米，商品房库存连续6个月减少。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副院长严跃进称从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看，该指标总体上处于改善阶段。一是库存没有过快增长，有助于供求关系平衡；二是一些项目逐渐进入现房阶段，去化优势增加；三，很多项目属于新规产品，卖点较好。从房价表现看8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1%，一线城市8月份比7月份下降0.1%。一线城市不就是北上广深吗？8月份北京上海不是出来了新政吗？那怎么新房销售价格还下降了0.1%呢？所以这个这个新政到底有没有用？从这个数字都能看出来。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3%，就二线跌得更厉害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4%，环比一线、二线、三线新房价格全部在下降，无一幸免。这个又让我想起了去年9月27号的吧，还9月29号出台新政之后很多专家说一线城市房价稳住了。现在一看稳个毛可见专家的话不能信了。现在你看统计局给出来8月份无论是一线、二线、三线新房价格环比都是在下降，而且同比呢，不要以为同比它就涨了同比它降得更厉害。一线城市新建住宅同比下降0.9%，二线城市是2.3%，三线城市下降3.7%。当然了，说新房价格上涨的城市还有所增多。这从另外一个维度看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8月新房价格上涨的城市有9个，哪9个呢？上海、杭州、宜昌、南宁、沈阳、合肥、吉林、西宁、乌鲁木齐。而7月份呢，这个新房价格上涨的只有6个城市。这个新房价格上涨里面，上海咱就不说了，对吧？这个它为什么涨，大家都心里有数。这个卖8000万一套的房子，20多万一平米的房子，这卖得多剩下的它这个房价上涨都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呢？也有可能它7月份房价太低了，那跟7月份一比，这8月份稍微恢复一点，它就属涨所以说因为它本来成交量就很低大家知道吧？就是很多城市它没有什么成交然后它开的是新盘，对吧？这卖的几套都是第4代住宅，那个第4代住宅那房价显得高一点，但是你得房率高对吧？它那个房子卖1万一平米，7月份你那房子卖就是那个城市新房卖9000多一平米8月份它卖1万一平米，房价涨了，但是8月份他卖那个新房子第4代住宅得房率是120%、130%，大家明白了吧？因为他反正就卖那么几套房子，所以你看全国拉到一起，一线、二线、三线新房环比、同比都在下降，所以你挑那么几个城市说，这几个城市新房价格还涨了，有什么意义呢？你看严跃进表示他说8月房价上涨城市数量有所增加，主要因二线城市房价上涨的城市数量增多。二线城市为什么多呢？是因为7月份淡季过后，各地持续发力，促进量价向好发展，新房价格同比降幅有收窄趋势。8月份1、2、3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比上月分别收窄0.2、0.4和0.5个百分点，也就是降得慢了一点，降还是要降的。同比指标来看，各地楼市朝着筑底的过程前进。严跃进认为反过来说也说明当前价格泡沫在逐渐减少，部分好房源已经出现价格稳住的积极特征。实际上统计局可没有他说的那么乐观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今日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从前8个月情况看，受国内外形势变化影响，我国房地产市场虽有所波动，你看这个原因
都已经找明了啊，对吧？是国内外形势变化影响，这个多多少少啊，美西方要承担点责任。我国房地产市场虽有所波动，但商品房销售和住宅价格同比降幅收窄，去库存成效继续显现，房地产市场仍在朝着止跌回稳的方向迈进。也就是说，止跌回稳是个目标，对吧？我们还在向那儿迈进，也就是还没有达到止跌回稳。那这个统计局都否定了专家的说法，就我们还在朝着止跌回稳那个方向还在迈进，还在努力。他说，近期部分城市进一步调整优化住房政策的效果也有所显现，市场交易出现改善。下一阶段促进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还需要继续努力。那这是很委婉的表达，就是止跌回稳啊，还没有做到，我们还要努力。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不就这意思吗？也不容易啊。这本来可以简单明了的表达，对吧？楼市没稳，还在下跌，非要绕了半天，就生怕你听懂了。我们看二手房啊，还是这个根据国家统计局给的数字啊，2025年8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出炉。2025年8月啊，全国纳入统计的70个大中城市中，除上海、杭州、太原、成都、乌鲁木齐外，就这5个城市除外啊，65个城市的新房价格低于去年同期。除长春外，69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格低于上个月，70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均低于去年同期。什么意思啊？对吧？长春的就不考虑了啊，东北那城市一年也不知道能卖几套房，也就是70个城市的二手房价低于上个月，就比7月份啊低。70个城市的二手房价比去年同期低，那合着不就是全国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同比环比都是在下降吗？你看啊，这就一网打尽了啊！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无论是同比还是环比都在下降，只不过说降幅稍微小了一点。8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跌1%，降幅与上月相同，这是环比啊。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跌1.2%、1%、0.9%和0.8%。这里面要注意的就是上海，上海的新房价格涨，二手房价格是下跌的，大家自己想去。二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跌0.6%，降幅扩大0.1个百分点。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5%，降幅上月相同。也就是说，二手房啊环比是在下降，而且这个降幅有扩大的趋势。也就是虽然一线和三线降幅没有扩大，但是二线城市降幅扩大0.1个百分点，这个是环比啊，比7月份。那同比呢？8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3.5%，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二三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分别下降5.2%和6%。降幅收窄0.4个百分点，那我们就能得出个结论啊，就是8月份呢，环比二线城市这个价格下降的有加速的趋势，同比呢一线城市降幅在扩大。怎么说啊，都有加速啊下跌的意思。统计局啊公布的8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啊新房、二手房的房价和成交面积啊，这个成绩单啊已经说明了问题啊，这个咱们就不用多说了。总之啊，这个想要房价稳住，还要相当长一段时间啊。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啊来看一看北京的房价。今天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报道啊，北京一小区车位费800元每月，高不高？金宇凤溪什么家园共有产权房车位800元一个月，高不高？也这个地方啊，它应该在北京海淀那边吧，有一个小区啊，那个业主啊把车就停在小区外面的大马路上，或者停到别的地方，而小区下面的车库啊有很多都是空着的，业主不去停，为什么呢？就因为那个车位啊月租是800块钱一个月，业主嫌贵，就跟开发商啊这个叫掰扯协商。大家看视频啊。海淀区金鱼凤栖家园小区外路边虽未施划停车位，但一到夜晚，道路两侧便会停放许多私家车，让本就紧张的道路空间显得更加逼仄，还容易发生剐蹭。然而，进入小区地下车库却空空荡荡，车库内有1多半车位都处于空置状态。嘿，真奇怪嘿！咱家小区是没地儿停车，人家小区是有地儿停车，还得在外边打游击。这么多闲置的车位资源用不上，也太可惜了。咱接着看到底是为啥。
金鱼凤七家园为2023年11月入住的共有产权房小区，分为1号院、2号院和28号院，共有居民2848户。小区内设有2165个产权车位和695个人房车位，其中仅人房车位可用于租赁，费用为680元每月每位，管理费120元每月，合计800元每月每位。目前小区仅出租200余个人房车位，不少业主认为800元每月的停车费价格远高于周边小区，超出了大家的心理预期，便一边通过路侧停车、寻找周边停车资源、停在工作单位等方式解燃眉之急，一边同开发商及物业协商能否降低价格，然而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这也太心累了，定价到底合不合理？那可得比比同一地区、同一时期、同一档次和同种商品的价格。业主查询了金鱼凤七家园周边小区的人房车位停车费，开发商也表示，在前期调查同类及周边小区车位租赁费用的基础上，制定了目前800元每月的标准。开发商给的7个小区安宁华庭、上地 MOMA、清河强佑、学府树家园、橡树湾、万象府、中铁碧桂园、永亮家园，业主周边小区当代城市家园、轩海家园、怡美家园、安宁华庭、上地 MOMA， 外加其他调研到的周边小区。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约5000米之外的金鱼上林家园与金鱼凤七家园属同时段开发、同一开发商及物业的共有产权房小区，其普通人房车位的租赁价格为500元每月，人房机械车位的租赁价格为450元每月。对此，开发商工作人员表示，地理位置、成本和市场因素不同，租金也会有所差异。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也不能僵在这儿吧？这很难评。社区及有关部门多次协调，认为小区停车费执行市场调节价，开发商具有自主定价权，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开发商曾算过一笔账，产权车位均价为30万，产权为50年，平均500元每月，再加120元每月的停车管理费，每月的价格至少为620元。人房车位租赁价格无法低于产权车位价格。据了解，目前产权车位共售出约 30%， 社区也表示，确有部分产权车位业主认为停车费降价会影响产权车位的价值，不同意调价。这可真是乱成一锅粥了。这价格到底高不高？有没有调价的空间？还得接着商量。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实际上你要说这个北京啊，800块钱一个月，这停车费贵不贵呢？平心而论啊，这个在海淀那边，你说贵吧，它也不算贵；你说不贵吧，800好像还是贵了一点，跟你的小区的位置有关系。按道理来说啊，它就是便宜，对吧？它这个视频里也说了，就是便宜。那它那附近还有这个金宇啊开发的项目，也是一样的，是这个共有产权房或者就类似的这个性质的房子啊，人家大概是500一个月，那不也就便宜300吗？按理来说啊，这都不叫事，那为什么现在偏偏它就叫事了呢？对吧？业主就要跟开发商就为这个300块还要在这矫情呢，对吧？我刚才也说了啊，你说贵其实也不贵，说不贵吧，确实也贵了那么一点。实际上就反映的啊，就是房价在下跌，一个，第二个大家收入在下跌，就这么简单。房价下跌啊，导致个什么呢？对买了这个房子业主来说，他这个心态不稳，有的人不仅买了房子，还买了车位，那车位是30万还是多少万买的，对吧？这我买了车位的业主，我自己停，结果你这个开发商你自己还有自留的车位，什么人房车位对吧？消防车位等等啊，就这些车位，你如果租的太便宜了，实际上就是对那些已经买了车位的业主来说，他的权益啊感觉受损了，无形资产贬值了，对吧？你这个车位如果租2000一个月，那说明我买这个30万买的车位才值啊！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意思啊？所以说这些买了车位的业主就反对物业，反对开发商降价，他们800一个月，你最好是收2000一个月，对，所以这种心态大家就明白了吧？而那些业主呢，没买车位的业主，那更不愿意买，对吧？你这车位根本就不值30万，房价早跌了，对吧？你这车位顶多值20万，我就是不买，对吧？能不能便宜点租？所以你看物业宁愿空着，它也不能便宜。第一个就反映是这个房价在下跌啊，如果房价还在涨，那车位刚开始买的是30万，现在已经涨到40万了，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啊，这些业主啊肯定抢着去买了车位，你收800也就不觉得贵了啊。所以说这主要是北京的这个房子价格下降，车位价格也在降。第二个就是收入在下降，对吧？300块钱对我来说，一个月300那也不少了，那一年下来就是小4000块钱呢。那北京很多中产的去新发地捡菜叶子去了，难道这一年4000块钱不值得跟他掰扯吗？大家想一想，所以反映的还是对收入在下降，蚊子腿上也刮肉了，对吧？蚂蚁也是肉，哪儿的都省一点，对吧？或者我买一辆新能源
源汽车才10来万块钱，一年停车费800的话，那不就9200吗？9600，对吧？就相当于小1万块钱停车啊。你这还是在你小区啊，你开出去到单位还得停车，那单位那就更贵了。你要开到很多写字楼啊，就市中心的写字楼，你停一天都100多万，停车都停不起。昨天咱们节目说了啊，那个很多城市的超高层啊，对吧？比如30层以上的很多超高层建筑啊，超高层的小区，未来恐怕就会变成贫民窟。你看北京也有这趋势啊，对吧？像这些房子，这个什么共有产权房，还有什么这种性质的房子啊，本来业主恐怕收入就不高，再收入一波动，这地方恐怕也要变成那种贫民窟。当然呢，要说贫民窟也不能有点不好听，对吧？恐怕也不会惨到那种程度，但是这个小区肯定是越来越差。就不要说这些共有产权房了啊，我们就说这个高大上的吧，豪宅。上海最早的豪宅，也不能说最早啊，也就是说比较早的一个豪宅，以前经常用来描述上海房价贵的啊，就是那个大家记得吧？汤臣一品。我记得以前一说这个上海的豪宅，都是拿汤臣一品来举例子，对吧？谁在那儿有3套房，那你绝对是顶豪啊！哪个明星在那买了房，挂牌价，但是好像是20多万1平米，因为它就在黄浦江边上吧，绝对的江景房，那是豪宅的代名词。结果啊，最近有网友拍了这个当年的白月光汤臣一品。根据网友发布多处实拍，这座位于上海陆家嘴核心区的顶级豪宅，其铝板幕墙出现明显老化迹象，污渍褪色及光泽度下降，近看呈现破旧感，部分区域存在锈迹和细微剥落，也就外立面很难看了，又旧又丑。汤臣一品2005年10月19日以单价11万元每平米开始预售，至今不足20年，其老化程度与同期国际高端公寓相比，明显超出公众预期。贝壳找房 APP 显示啊，目前汤臣一品挂牌均价超过28万元每平米，在售房源总价均在一个小目标以上，也就随便一套房都是1个亿以上啊。但是你看外面已经旧成这样了，公示可查的成交记录已经要追溯到2015年，当年6月和11月各成交一套430平米以上的4室2厅，也就是啊，这10年都没有成交记录，没人买也没人卖。这个有人给物业打电话啊，物业回应暂无翻修计划。你说这里面住的都是这个有钱人，这是豪宅啊，1个亿一套的，外立面已经变得这么寒碜了。大家自己可以在网上搜搜视频看看啊，照片，有在上海的网友可以去，对吧？路过的时候看一看，当年干善事的时候那也是风头无两啊。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说这个实际上就是要大家知道你所在的那个小区啊，过10年过20年，对吧？他这个是2005年开售的，到现在正好将近20年就已经这样了，这还是高端楼盘了。那你说刚才那个北京那个金宇家园那个共有产权房，它过20年是什么样子，对吧？昨天说的那个很多城市50多层的那个房子过20年会是什么样？所以说贫民窟绝对不是危言耸听啊，高端豪宅都这样，这个实际上就说明大家收入都在下降，房价在跌，收入下降，大家没有钱，对吧？没有更多的钱用来维护这个小区，对吧？咱们都希望物业费降啊，因为你收入在降，物业费一降，物业哪有钱，对吧？他没有更多的钱去干这事，物业也得裁员呢，对吧？也得减员增效啊。今天晚上看那个新闻啊，是看看新闻报道的，它标题叫249万买商铺，8年只收到13万租金，千名业主陷商铺包租违约困境。这个就是咱们经常说的，以前叫一铺养3代，现在叫一铺毁3代啊。它这个就充分说明这个问题啊。这个说的是上海啊宝山区，说花249万买的商铺，8年只拿到不到13万租金，现在连自己的铺子在哪里都找不到了。宝山区长江国际生活广场的业主蔡先生提起自己的投资经历，满是无奈。而和他有同样遭遇的还有上千名业主。时间回到2017年，蔡先生看中长江国际生活广场商铺的包租承诺，开发商宣称前6年就能有30多万的收益，便毫不犹豫花费249万买下一间50多平的商铺。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一击。那2017年买的，现在8年过去了，这8年啊，他到手的租金不到13万，更主要的是这13万还是前3年给的，从2020年开始，后续租金便彻底没了踪影。而长江国际生活广场里商铺还有更早的一批买家，也就是这个蔡先生2017年买这个商铺的时候，他还不是第一批，他很有可能从别人手上接盘的。那第一批买的更早，说即便老业主租金已被拖欠多年，2017年开发商依旧用包租6年的噱头吸引新业主，可新业主们好运没有持续多久，大多只拿到2-3年租金，就和老业主一样陷入租金拖欠的困境。面对业主的追问，运营方给出的理由是
致山产招商不如预期。据其工作人员透露，按照约定，每年要支付给业主的租金总额高达6000万元，扣除各项开销后，几乎每年都入不敷出，最高峰的时候也才勉强做到收支持平。为了拿回租金和商铺，从2024年开始，部分业主陆续向宝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业主们胜诉了，但到了执行环节却卡了壳。一方面，被执行的运营方宝和嘉利商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下无可执行的有效财产；另一方面，当初格子铺已被打破原物理分割，法院最终只能终止执行。你看看啊，就这些投资人才叫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对吧？你虽然投了250万块钱，当然你买的这个格子间就是在图纸上给你标了一块，但是商场的不可能按你那个图纸那一小块出租啊，人家都是打通了，对不对？里面商场格局全部变样子，你那个50平在哪儿都不知道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告的对象啊，人家只是个壳，他是个运营公司，自己没有资产，他是把你们这个投资客这个商铺啊拿到手上，他去招租，对吧？那资产都是你的，人家拿着你的这个资产去赚钱，赚不到钱不给你分，然后你打官司赢了没有用，因为他没有可执行的财产，所以只好终止执行。你说啊，这些投资客真正的叫欲哭无泪，他解决不了啊，这种事情谁也解决不了，你这些投资客只能自认倒霉，你要么你就找人把它卖掉，你也可以转让，那现在谁会接盘呢？没有人会接盘。像这种商场啊，在全国比比皆是。就这个啊，人家没给你业主要物业费就不错了，说明人家还在维持，好歹只是没给你钱，没给你收益啊。有的地方啊，据说啊，因为那个运营方在里面他也搞不下去了，搞不下去就只好撤了，运营方走了，然后整个商场就闲在那儿，闲在那儿怎么办呢？人家物业管理的还跟那个业主要钱，那水电费、物业管理费你得交啊，那这些业主才叫欲哭无泪呢。所以说，对吧？以前叫一铺养3代，现在叫一铺毁3代。2017年，他如果在宝山区买套房，那也不至于亏成这么惨，对吧？你买套房，你就别说它房价涨跌了，你后来那套房是你的，你可以出租啊，对吧？租1000一个月、2000一个月，那不都是有回头钱吗？你这回好了，250万扔在里面，打了水漂啊，就相当于接近于打了水漂。我刚才说了啊，不让你掏物业费已经很不错了，未来如果严重的话，恐怕还要你掏物业费、管理费。那有人就说了，我们这么多业主团结起来，对吧？把那个运营方赶走，我们自己招租，我们成立一个业主委员会，把整个大楼接管了也可以。那问题就来了，你还得掏钱装修，你得拆，对吧？你这个你不仅钱赚不回来，还得往里扔钱，扔完钱之后你来招租，你和以前的运营方招租是一样的，你也招不来人，一样的还要赔钱。所以我说这个无解啊，你这最后你这240多万就相当于扔到水里去，对吧？没有人跟你要钱就已经不错了，烧高香吧。所以那种投资商铺还有投资写字楼的都比较啊，有人如果投写字楼啊，他是自用，那是可以的，对吧？你自己开公司，你觉得那个写字楼便宜，买2间格子间，对吧？那是可以的。万达广场就有这样的也卖。2017年的时候，我差点就买了通州万达的那个写字楼，我都已经看好了，准备掏钱。结果第2天给销售打电话，销售他屌起来了，说公司说了要涨价。那是2017年吧，还是16年，还是17？我准备买了自用的，他一涨价我就没买，就幸好他涨价我没买，买了那我现在对吧也又砸手上了，就变成一个贬值的资产嘛，它肯定不停的在贬值，对吧？现在那个通州那个万达那个写字楼，你去整层那是空着的，对吧？你买只能自用，你要想租那你就完了。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